种花，你看该命运花香飞翔。去香港开演唱会要求我，真的，结果对完全大货差评，人生百山。偶尔想起口上會呐下咯，一下常常我快咧，檢查落咧，你點解口罩掛咧？見埋面先，我口罩不見了。老热打擂台，老热降下來。哎呦，你今天好活泼哦！哎，今天这个特别计划好玩啊，好玩哦，好搞嘿！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外国人，要来对付客家人，对付 PK 啦 ，PK 客家人嘿，对，哎呀，欢迎第一排嘅外国人，外国人，来唱客家歌，对付我们后辈客家人，唱客家歌，对啊，所以我们客家人不能失面子，好不好？不能输掉人家，好不好？赢的有1万角呢，1万元呢，1万元呢，哎，OK，你这样，哎，好现实啊！你们外国人啊，有1万元才有反应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了，哎，虽然这个没乜个呢真实的比赛，好高的比赛啦，但是还没有呛到评审老师，哎，认真的评审哦。哎，对，起司 B 先生，有 Selkie 先生，总 B 先生。好啦，比赛開始啦哈！誒，先嚟首嘅你嘅外國吹 TV 梁乃瑩帶來幾種法。哎呦，一條歌董南昌的，幾敢唱啊！外國人唱這首歌，來，聽看。在家鄉，蓋定一縷拍拍將將嘅花，一縷花，講起來就像人徛定一支茶，打坐在田野山腳，按步跳搖轉到愛嘅伏下，該縷花係阿婆跳那當嘅幾種花，幾種花。唔見一條辣辣天公真風茶，唔感到哪位心甘情在心頭亂變幾張幾種花，你看該命運花香飛翔，該淚花看水香看定清清半抹灑幾種花。黑暗中落走行走到你飄恰恰一種花，你看該一般人老人開發，該淚花把些相思變怕發揮了感了淚花，黑暗中給你永遠遠年年年開燈啊。種花，你看該命運嘅花香飛灑，該淚花看水香看定清清半抹灑，幾種花，黑暗讓落走行走到你飄恰恰，幾種花，你看該阿婆人老也開發，該淚花。謝謝相思變怕發揮了感了淚花，黑暗用給你永遠遠年年年開定啊。
中嘅朋友，厉害哦，男影以后主持人好啊，男人好你。们外国人不让一下我们啊？没有啦，我等一下没我是有啦等一下我是躺着输的，你知道吗？真的吗别人是躺着赢，我是躺着输的。你那么你是躺着输，对，那你刚刚唱歌怎么回事？那么认真唱，就还是要还是要演一下。哎，外国的朋友，你怎么接触到我们客家歌？哎，对对对对，对啊其实我初初来到台湾的时候，我只会唱粤语跟国语。哦那就是透过我的唱歌老师，就是他跟我讲，哦梁乃仁，你不能只唱粤语，不能只唱国语，你要接触一些你不知道的领域，你还没尝试过的领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他就觉得我可能就是都可以试一试，只唱那2个语言太无聊了吧？太无聊了。对，所以他就多去让我尝试看看，多去尝试，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就有举办了一个2018客家流行音乐节。哦，客对金流行音乐大赛那，对他来讲比较熟悉，嘿。我没有比过啊，你没比过？我都比那个创作原创音乐大赛原创音，乐大赛，那是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客家音乐。对，然后就是也拿到不错的成绩。哎呀，真的啊，对啊，拿到多好的成绩！我2018年我没有得奖，但是我在2019年得到了那个青壮组的冠军。哇，唱客家歌，还创作哇，没有，就是流行歌曲。青壮组，我想说不是青创组，青创是那种有伤口，他帮你清创那种。我年纪大了，耳朵不太好。哎呦，厉害厉害！哎呀，超棒的，第1名哎！哎呀，一鸣惊人。对啊，这个是你也想象不到，哎，怎么会有可能去接触到客语这个部分？我也本来也只是以为自己只会唱2种语言，而没想过，哎，一碰客家歌之后就收不了手。对对对。哎，但是学粤语会不会跟那个讲香港话就学起来比较快？学我们客家话不会呢，好像也还好，也还好，是不是？不会哈。像我去香港开演唱会，要求我为了要去那边表演，然后学了几首广东歌曲，那真的是要我的命，真的真的，我还唱了一首那个张国荣的《追》啊。哦。一追，只想一心追，我忘了。还有那应该还不错。还有摇留你，摇留你，我还唱那个什么梦伴。还有唱好多首梅艳芳的，好几首真的。结果对，完全大货差评是不是？应该是的，应该是。就你就好好唱你的歌就好了，对，应该是。还是不小心唱粤语歌骂到别人。所以你看，后来就自从那一次表演完，这个演唱会结束，又没人再找我了。以后要请你去脱口秀了，用风哦。好的，从对唐先生的公平，看老师的讲评，世慧老师。好，乃仁老师好，你的声音真的好听哦，长期就是要听起来就是这样舒舒服服的。因为基种法它本来就不好唱，好，刚刚讲到，而且它要在一种很平稳的一种情绪里面去表达这整首歌里面的他想要的一个起承转合，所以其实是。我觉得啦，就这首歌，你必须要用很稳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去铺成你的1、2、3、4。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声音的部分，我觉得很好。那现在就是说，如果我还想要加一点自己的小小的个人的想法的话，在你的情绪牵动的后面，尤其是后面，你前面都铺陈的很棒哦，那后面的时候你会因为情绪过张的时候，会容易飘掉。其他的部分都很棒，你只要控制好，因为你有那么好的声音，所以现在就是剩下的可能就是你如何在一个铺陈的过程当中稳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希望把你的情绪再张大的话，那在情绪张大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还是要注意到你的音准。那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控制好，其他的部分都很棒，加油，谢谢。好的，看一下分数，看一下有男影的分数。哎，还不错啊，66.7，很高哎。这个分数，高分。OK。对。刚刚讲到好像是觉得分数。对啊，老师都很喜欢吓人呢。哎，不错啊，不错。对啊，很棒。广东话不错怎么讲？唔错。唔錯。那
不错哦。这样呢，如果请回座休息。哦，请回座休息。好，请回座休息。对，我就回去了。来。哦，沙雷，我客家曲演。狗之上带来风行霹雳行。这个厉害哦。好听的歌。人生嘅风景，有风没有雨，爱人的压力途红，少看跌落把戏。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假使爱上你，爱会点点看天堂。假使你相爱，触动爱梦都发伤。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假使爱上你，爱会点点看天堂。假使你相爱，触动爱梦都发伤。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假使爱上你，爱会点点看天堂。假使你相爱，触动爱梦都发伤。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客家之光啊！真的好。哇！你是说他还是罗文玉？都黑，好。哎，你冲得清哦。对，真的哦。对，这个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哎呀！你很喜欢罗文玉的歌哦。对呀，为什么？冲给他拜了呢？就是因为你上一次来跟他一起这样对唱过后，才喜欢他，还是我之前是朱董中老师，金钱唐老师的歌诶。
这唱给送一种的那个演出去嘎啦，对，还有那个还有一些唱功合法，那些，周庆东后堂，周庆东给他总还没真的懂后堂，难怪会得到金曲奖。对呀，我那天刚好我也是颁奖人嘛，我在后台碰到有跟我打招呼的，几乎都有中奖。真的哦，真的哦，奇怪，不知道是我带来给他们好运，肯定是吧？本呀福气。那天运气还不错，我碰到的刚好他们就有得奖了，本期啊都有福气，本期都有福气，系啊，大本的福气，唔系本到期都有福气啊，哦，系啊，互相帮衬，是，对，哎，真的唱得很好哎。而且跟老给 Win 给冲两条狗的感觉冇共用，对，他唱那个《放心去旅行》的时候是很暖心的那种感觉。对，那他怎样？他就是比较他年轻人的有一点奔放的感觉，比较奔放。对啊，会感觉对。对啊，不过共用冲的情况。是的，罗英老师人也很好，很客气，真的非常的客气。对，然后也很有心这样子，然后他也一直希望能够发扬客家的一些歌曲，多多来谈客家歌。对，好。像蛤蟆老师，这个志成哈，上一期节目的那一期节目哈，都是唱罗老师的歌嘛哈。上一集比较沉稳，然后那个 feel 做得很不错，今天比较奔放一点，所以刚才唐毅来哈，这个他截然不一样的特色，那充分的说明就是你有那个潜力，这里表演嘛哈，但是也看出了一个缺点，对，看出一个缺点就是沉稳度、表达的风格这个部分非常好，那么提到律动点，在这个今天这首快歌里面，律动点，事实上你的换气点跟那个歌手写的创作的律动点，事实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整首歌都在中高频跑，那造成什么呢？造成你唱了到了第一遍的副歌，已经有点气喘不过来了，因为你还给律动点，侬给换气点，跟原唱所写的律动点、换气点是冇共用哎，所以你的频率一直拉高，到第二遍的时候，你已经升喉音了。升喉音了，跟你的松大礼拜你从那比较暖心的给律动点哦，还有那个中低频很重，唱出来那分数特别高那一种，那是你的特色。那相对今天展现出来的这种，你很有那个实力，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这个你的中低频的这个不够，所以两部分哦，可能你后面再多尝试罗老师的歌的时候，也要尝试别的比较轻快的歌去做对比哈，因为对你未来哈，你要从国外律动点有抓到的时候，你才会比较轻松。要不然我看你刚刚唱到后面第二遍的时候哈，你已经哈那个频率太高哈，事实上整个高频都没有上，都是喉音，大家都特别注意一点。不过你实力还是非常好的，未来一匹黑马继续打拼。好，谢谢，好，来，看一下各个分数来，看一下果汁场的分数。看发扬我一个节目来。阿婆都没有好好照顾你，怎么你养得那么瘦小？有啦，是我小时候不爱吃饭。真的哦，不好吃饭哦，好搞哦。然后都会把饭藏起来。藏起来。对，我应该当你邻居的，给我吃就好。看一下各个分数来，看一下果汁场的分数。看发扬我一个节目来，有67.3分。他打你，对，不差哦。梁乃人，不好意思，我代表客家人在这跟你说声抱歉。对，拍谁，没关系，才第一棒嘛。才第一棒啊！对啊，才第一棒。OK，好，加油！果汁场，可以哈。好来，撒下来呢？撒下来以后，愛國吹。哎呦，好。你來自馬來西亞嘅劉美玲帶來存在。哎呦，好，疼啦。愛到啲了，強加雙腳。強加下腳，
阮思味着马盖一下，哦，用力用着传苗，不管路上有几恶下，马萨都是独钟，爱到不坚强，马萨不是宗教，爱都会发光。我想不够安用静静，爱有存在的意义。为多么该珍惜，为多么该珍惜。我想不够安用静静，爱有存在的意义。为多么该珍惜，为多么该珍惜。那想给爱就不愿留下遗憾，有马该做的纪念不在，就安用就去，这会不高。有时迷途改变就呀，满意能加。找到信心，爱的精髓才给你家。哦，用力地走，回到清楚眼前就在。马萨都是独钟，爱都不坚强。马萨不是宗教。爱都会发光，梦想不够安用静静，爱就存在的意义。为多么该珍惜，为多么该珍惜。梦想不够安用静静，爱就存在的意义。为多么该珍惜，为多么。有存在的意义，为多么该珍惜，为多么该珍惜。不管用静静，爱就存在的意义，为多么该珍惜，为多么该珍惜。哎呦，美丽按电影想的哦。嘿呀，这么可爱。是，给马来西亚客家人呢？客家人。嘿呀。哦，爸爸那边是客家人。哦。所以你会讲马来西亚的客家话？不太会啦，我只会听，只是从听得懂。爸爸他们那边是讲客家话。你爸爸是马来西亚哪里？怡保、太平。我们是槟城。槟城好多人比较多呢。我爸爸、我爷爷、我奶奶都是客家人，所以他们就是我回我爸爸那边的时候都是讲客家话。奇怪，槟城是那个讲福建话的比较多。我妈妈是福建人。她是槟城客家人。槟城。对啊，那跟我们台湾的客家话会差很多吗？我是觉得不太一样啦，就是因为我从小我爸爸那边会讲嘛，所以会听，然后来到台湾听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某一样啊，你们讲某一样，某一样，对，马来西亚的朋友唱客家歌，对啊，唱到很火，对不对？像毕欣赏，慧茹老师，对啊，是美玲。其实我觉得美玲最棒的一点是她的客家话越来越进步。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跟咬字，你的咬字越来越清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对。那我还有觉得你在唱歌的部分跟以前也有很多不同，就是以前你比较多的是一直往前冲啊冲啊，从头冲到尾，可是现在你会有一些
气声啊、情绪比较松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你非常非常大的进步。那我觉得今天这首歌你也唱得非常的精彩，那整首歌的顺畅度啊，然后给我们的很自在的感觉，我觉得很好。我尤其喜欢你最后那一段，你整个人放松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地方的表现我就非常的喜欢。那如果真的要说，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中间有一个它不一样的段落，有马该做在证明不才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其实它是这个里面唯一的那个旋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一段跳出来，让人感受到你的那个强度、你的情绪、你的那个整个要表达的东西有一点点不同，这个可能可以再去琢磨一点，看看这一段你要用什么样的声音的方式或情绪的方式，透过你的情绪的表达，虽然你声音是这样子出来，但是因着你的情绪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这一段当中跳出来，然后再重新回到下一段副歌的时候又回到之前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段才会跳出来。其他的话我真的觉得你的整体的表现是很棒的，看着你一直进步，很棒。谢谢。好啊，好棒啊！来看你的分数。看一下刘美玲的分数。谢谢。97.3呢。啊，那我看佳琪不太敢上来了。佳琪不是走了吗？走了哈。好，拜拜。不要这样，他唱歌也很好听。佳琪唱的也很棒啦，他的韵味很不一样。对啊，好，那就看不一样的韵味，看等下分数多少哈。谢谢美玲，谢谢。好，来回做休息。好来，沙雷，你客家吹的，恰家去，带来。哎，你要念风筝呀，自由诶。哦，自由的燕行，风筝燕行，没做的，好来看看啦。恋爱嘅面容，有中意嘅面膜，爱流动嘅夜，爱身体嘅夜，延长爱掉嘅连结，轻喊的路。世界你离开嘅你，无法度阻挡说好黑定嘅自由会吞噬。飘啊飘过来树迷啊，如同发一边，中头那么怕怕。天生嘅白光，渺細細接送來也摔當中，就強嘅老鼠用來團結。愛嘅面容，有創意嘅面膜，愛流動嘅夜。愛身體嘅夜，延長愛掉嘅連結，輕喊的路，全世界你離開嘅你，我在孤獨最害怕嘅自由會吞噬。
等你讲出来，请全部戒掉夜光达成，只有唯一的3条街给一片。全部戒掉夜光达成，令暗飘给世界的相依，动都变。好甜蜜的一首歌哈！哇，你这文青呢？真的，全部都冲客家文青的歌诶，真的。米莎俩还夜影的歌诶，哦，夜影那个，因为你非常新的客家嘅创作的歌曲。哦，已经出全新忙出全新，有参加比赛。哦，所以一条歌的原创歌曲比赛出来的歌诶。你那边谈回客家的天师腿跳的歌诶吗？我是看我一个朋友，他是在写客家的专案，然后他就推荐他的歌，然后就刚好听到，我觉得也嗓音没清好。对，这首歌我觉得你唱的最好的部分就是那个有这一段吗？没有啦，都很好，很好，谢谢。你很爱欺负他，很有味道哎。其实他这首歌真的没抹后窗，但是他那个很多小细节部分，他都可以控制。其实俩歌的黑，它是很多细节的。佢嘅上线然后嘅编曲係冇強用嘅感覺，係冇他的編曲可以很激昂，但他聲音很輕柔。是，对啊。这首歌会怎样？会让你想起谁？我想起我阿婆，阿婆，对阿婆，自由哈，对呀，阿婆都没有好好照顾你，都把你养得那么瘦小。有啦，是我小时候不爱吃饭。哦，真的哦，不好吃饭哦，好搞哦。然后都会把饭藏起来，还藏起来。对，我应该当你邻居的，给我吃肉。那你现在还会那个吗？按摩，对啊，会帮朋友家人按。哦，真的呀，还会按摩，就完全服务吗？还是有收费的？服务这样。有在服务，但是现在就是没有了，暂时没有，没有帮人家按摩了。是啊，哦，真的。老影天按摩，它也会好像会有一些气会进自己身体。哦，真的哦，晦气会进到自己身体。哦，对自己的话就要想办法把它排掉。对。哦，对。那你们你们如果哪里有酸痛啊什么，很厉害。你不要看他小小的嘞，那个手劲很强哎。对啊，他很厉害，很厉害嘞。他就说他没有在按摩了，想帮他介绍课，帮他拉课，转头渺望啊。你付钱的话，他就勉强会答应。付钱我就考虑一下了，可以哈。友情赞助可以了，友情赞助是不是？那有不舒服的话可以来找我，因为有，我不舒服，我常常肩颈酸痛。好，等一下结束啊。好，真的好，但是你要有钱赞助。钱有什么问题？对啊，我零钱包很满。好来，冲对，那抢四 P 小张。我觉得这首歌的气质，我觉得要归属国的气质啊，我就对东亚跟上音，其实我知道懂很好，很合，非常非常的合。所以讲，不过呢，因为要说国外相对也比较难唱。好，比较难唱，真给看难唱。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可是我喜欢它整个编曲的状态，然后对上你现在的一种歌声的感觉啊。如果说我觉得，如果讲给不要不应该给你发，其实我觉得这整首歌因为它的音域 range 很宽，已经超过了你可以掌控的范围，所以你从打一部分懂打，对。好，懂呆啊，呆都一边给按呆，这个时候气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点。你要黑某拉的时间，你在这边会变成一种游离状态，然后人家会开始听出你的
没办法把握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呢，它会变成你很大的一个需要去调整，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啊，狗的部分呢，因为你的气音很好听。公司才好，就像刚刚罗哥讲，这因为你运用的那个好稳哦，对啊，因为那种空灵现象已经整个在那里完全被发挥，所以躺起来就很舒服。好，唔可以吃到有乜嘅模糊的地方。我们要如果会练的后尾发，其实懂多的东西，你会在这里找到答案。好，你会在这里找到答案，所以我会希望讲，未来的话，你做得更加用心的练亚术狗诶。好，安子 C。完了啦，听这样子讲，客家人输了啦。还不一定呢，某一天呢，先看一下分数啦吼。来，看一下恰家己的分数。来，是不是说而已？67，不要输啊！输咩？还输唔多啊0.3，谢谢啦。我的队友都很厉害。对啊，是哈。对啊，他还有下一组那样。真的，是不是？下一组我们电棒烫王子也在现场电棒烫王子，对，好，来，好，那回去谢谢，再好好再加强一下，好吗？下一次再来表现，好吗？安子 C， 谢谢。好，来回休息。那我们等一下再约哈。好了。杀了，我一个区的最后一棒啦，压轴。好久成瓮底，陈婷婷带来无色台体。来唱看啦。方向不色台体，你跳没落来去。教育部他们网络上有一个叫萌点，萌就是可爱，有萌点，它有国语、台语、客语的那个发音，还有拼音，对，从那边学真的是非常的标准。我也有装，你也有啊？有啊，因为这么萌。请说客语，高音动你好漂亮，谁没按家？那时候就讲说他是就是客家界的蔡小虎。哦，蔡小虎也是歌王啊，国风啊。我给董事没按用过。你这样迷的，你就讲哦，这个是未来的这个罗时丰。我有这样讲，有，还好不像罗时丰，真赢啊！这是臭屁吗？像蔡小虎比较厉害啊。对啊，蔡小虎比较歌王。用爱安不心，不洒了土地，脚踏山水无念空气，不心莫留的因为，但想到几个莫什么因黑上黑心，到黑总能来比，融合的空莫奈何。是真的跳起，为到天海sau的，中国记，方向不色太低，你跳没落来去，埋下希望的踪影，总有残存的阴影，大半光线灿烂空气。但想到几个莫什么因黑上黑西，到黑总莫奈比，融合的空莫奈何。梦也不是太低，其实真的跳起，你到天海sau的，跟中国记，不是太低，你跳没了。
，rocker，那种一股旋风那种感觉，黑色旋风，对呀。rocker， 哎呀，让我感觉看到早期的那个苏芮的感觉哦，有哦，对，那你接触客家为什么原因？什么因缘啊？其实我在台湾11年半了，哦，10几年，对，然后我因为我其实是外籍生的身份，那我念书其实蛮贵的，1学分就要5000，然后都家就是不想麻烦家里，有补助吗？没有都没有补助。当然后期我几年前就是博士班那个福伦社有给我奖学金，对。可是早期一开始我硕士班的时候，完全靠自己，全部靠比赛。我到全省最北到北投，最南到那个恒春，就是大量的找比赛。除了是希望可以赚一些生活费、学费之外，最主要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出门不可以亏本啊，对不对？你还要车费，然后等一下你又没有赢，又要给报名费，不能亏，就是觉得也是激励自己，就是更厉害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好像没有不好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全国客家音乐节的奖金最高吸引到我了。我的朋友说：“你去唱客家歌。”我说：“我怎么可能会啦？我们那边马来西亚也没有听过。”然后有啦，马来西亚更早，现在网络发达，什么都听过。邱青云那个时候那个卡带，但是我们那边卖好几10万张客家歌曲。对，但是我们那边主流，像我也不是客家人，所以我也不是客家族群内，就是我们主流还是听英语的那个流行歌曲，中文的流行，台湾的中文流行歌曲，所以都不懂。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吧，既然如果我要比的话，最起码要我有兴趣的歌吧，因为我都听不懂。结果我上网一直找，都看到很多谢宇老师早期在客台的节目，新乐园，对他翻唱好多人的歌曲，都唱得好有味道，好好听。我就爱上了谢宇老师的声音。差不多，因为谢宇老师也是大概2000年初左右开始出道的嘛，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出的一些歌曲刚好就是。然后他的东西就很有艺术，因为他也是画画的，对，就感觉这个老师唱歌，我觉得很，然后他又长得像达摩，有没有？我又是佛教徒的嘛。对啊，爵士歌他改了很多爵士。对，然后就因为喜欢上，觉得从那边挑起了我的兴趣，然后我就开始唱。我记得第一首歌是那个法舒哈。还要讲话的，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最好玩的是，因为我唱客家歌之前，我在其他的电视节目，就是选秀节目有比赛嘛，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很多乡亲都认得我，然后还会像譬如说我可能初赛唱了，有进了，可是很多乡亲就你那个字这样子，你那个字就是现场还帮我纠正一下，因为他们希望说我错少一点，扣少一点分，就觉得很好玩。对，然后后来就是觉得很有人情味那种感觉。对，然后原来哇，就是应该是教育部他们网络上有一个叫萌点，萌就是可爱。萌点，它有国语、台语、客语的那个发音，还有拼音。对，从那边学真的是非常的标准。我也有装，你也有啊？有啊，因为我这么萌。噔，为了 Q 这一句，硬要说我自己有装。这样子啊，这么萌。你是这么猛还是这么萌？都一样啦。抢 Silky 欣赏，老师好。婷婷现在已经是老师了哈。这几年的进步，在很多地方比赛都看到你很好的表现哦。那我今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唱国语、唱闽南语、唱西洋的，发现客家现在下手力道比较没那么重哈。那为什么这个我跟您报告一下，就这可能就是如果以后你有机会再去比客家的时候，如果是在外场或是一些大型的活动比赛的时候，那记得你的那个重量不能收。刚才那一个你后面要转的时候，到了5、6分力你就起不来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你假如说你唱西洋歌曲或是唱闽南语歌、国语歌曲也好，你的重量会比，因为我看过你上了很多的节目。你的重量比这边强大概2、3成，哇，2、3成，应该是老了。不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请你记得一点，就是说我们客家话4线，每一个音都是向下，这很重要。就你唱国语的话，你刚才去怎么嗨怎么往上都 OK， 闽南语的每一个尾音都往上，所以你在扭力的时候很强。但是我们客家话是每一个字4线都是往下。
如果你的力量没有到顶，那也就告诉你，你的字浮起来的时候，你重量就压不下，你的力量就起不来。以前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好几次想要跟你建议提醒这个事情，你没有注意，没有听，对，因为你把语音都往上唱啊，是，你觉得你到后面想要扭不起来。其实整个架构，我觉得你唱得非常好，已经，这个发片歌手的水平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高兴，从我们这边出了很多歌手，不管是国语的、让闽南语的，甚至客家发片，我觉得这对我们节目来讲都是一种荣耀。那你希望这个有发片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通知一下来上节目，然后。尤老师会捧场1000张。对，我的学生还不少。老师要先预购嘛？对，罗哥他已经捐到300块了，所以对我在努力筹款。我最少会 double， 谢谢。好，谢谢老师，好，来，看一下这个分数。看一下陈婷婷的分数。好来。哇，98分。然后客家区也进行。完了。啊！压轴那一棒，哎呦，不过压轴那一棒也是没轻易会啦，不过阿力胎啦，普遍歌手啊，哎呀，哎，对啊，婷婷赶快唱片出一出了啦，真的。那个有要加码吗？加码，对啊。好，400。哦，谢谢，400，好不容易才有400啊，这一年卖出1张了呢，真的呢，真的呢，谢谢。哦，蒙太哥，谢谢老师，谢谢安志，谢谢，好棒。真的，其实看他们这样子表现的与有荣焉，与有荣焉。哎呀，对啊。现在介绍这一位，从15岁字，因为看到呀，正经哦。哎呀2十岁哈，已经2个生年2个生年阿爸做阿爸嘞，做阿爸，你想讲啦？好啦，来。好，接下来迄你客家区嘅用兵带来唱讲合法，请收客语。阳光跳摆的世界，讲合北袂分同福。盛放的歌给拍的下，请说国语。剧情怪唱人气，要当你爱了下日子，老师拄着来着去，真生气。到了家，无爱来教你合法，打招呼哈，基本的问候语，请说客语，教你讲你好漂亮，谁没安家，感想一声梦你。有空来玩，又看累了，吃饱了吗？吃饱了吗？最后会好拉近爱你。在阳光跳摆的世界，国客拍袂分同福了，盛放的歌给拍的下，请说国语。感情爱唱人气。要当你爱了下日子，老师傅做来做去，真生气。到了无爱来教你合法，打招呼基本的问候语，请说客语，来教你讲你好漂亮，谁没安家，感想一声梦你。有空来玩，又喊累了，吃饱了吗？吃饱了吗？最后会好俩起爱请说客语，教你讲你好漂亮。感想一丝梦里，有空来玩，又看累了，吃饱了吗？吃饱了吗？最后大家穷下来喝，最后大家穷下来喝，最后大家来喝客家饭。
棒烫王子啊，古崇后，古崇我们要叫后，他电棒烫王子。哎呀，这个是陶晶莹帮他取的啊。哦，嘿哦，哎呀，你之前去参加过星光大道。哦，哎，对呀，就在那边一炮而红。一炮而红。对呀，电棒烫王子，然后就开始唱片公司就网罗他。没有，就出唱片了，没有，没有，其实没按用，没按用。我迄先落比脑眼大驴腿。哎，对啦，先落比赛。脑眼大驴腿，迄我个第一个就是初试提升个梯峰。对，然后受到很多的好朋友孕育你的一个好地方，让你在这里培养了一个很棒的这个歌唱经历。尤其第一两 V 吼，公益是管升给某简单，而且学到很多的这个经验，然后到外面去才去参加这个星光大道。对，他那时候来比赛的时候毛都还没长齐，你知道吗？对啊，哪有办法电棒烫？毛都还没长。有那么有啊？有啊，不是啊15岁有了吧？15岁那时候才15岁呢，然后就很老派的唱一些老派歌曲，有没有？这是他的特色啊。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说他是就是客家界的蔡小虎。哦。蔡小虎也是歌王啊，国风啊。冇，给当时没按用过，没按用过，没按用过，没用过。给佳佳唔记得很快。你就讲哦，这个是未来的这个罗时丰啊。我有这样讲，有，还好不像罗时丰，真给啊，这是臭屁吗？像蔡小虎比较厉害啊。对啊，真的，蔡小虎比较歌王，他比较厉害。没看他就去当 YouTuber 了。对，几张专辑了？我俩出台语已经出了4张，国语4种专辑。对，没关系，我就慢慢在酝酿。嘿呀，就那时候我觉得第一张专辑就是没有遇到罗哥，没有跟姑丈打招呼，所以才这么那个没有这么有荣幸。然后可是你现在有跟罗哥的女人合唱吗？因为台湾有讲啊，台湾古虫有讲啊，讲吗？讲哦，金曲奖那一天都有跟你打招呼，都有得奖嘛。哎呀。是这样，我随便讲一讲，你也没关系，放在心里。下次金曲奖遇到他，就跟他拍照，一定会。不过他有入围过嘛？有。不要放弃，就慢慢再做。你现在就是差一个脍炙人口的歌，你如果一首歌中，我讲你就大红大紫了。某暗鬼啊。某暗鬼，现在不容易，但是还是有机会。不过他有出新的作品了，有新的作品啦，匆忙。新的作品现在还在筹备啊，筹备，就是在疫情之前有去演了很多的戏剧，对，那时候拍了生生世世啊8点档的，对，哇哦，对，还有拍电影。天阳之前没有跑，黑之前，其实反正就多元发展嘛，真的，你就出来以后，有名气，其他导演啊、制片他就会看到，不知道在哪里就突然站上顶峰了，也很难讲。是，好，加油！好，强逼欣赏。永彬，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然后这么年轻，然后非常多元的去发展，然后能够唱的歌，台语的、客语的、国语的都能够唱，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曾入围金曲吧，算是金曲小歌王了。我觉得你唱歌就是真的很不错。今天这首歌。其实请说客语很难唱，因为它的速度虽然是快，可是它又不是非常强的那一种，它的速度节奏里面有力度，却不是非常冲的。其实这个拿捏是不是很容易？如果你冲得太快，那个节拍就会有一点点乱掉。今天就一点点这个问题，你就是一直往前冲。比如说，请说客语，爱告你讲你好漂亮，谁莫安讲？你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律动里面有力道，却又不会一直往前冲到那个拍子都乱掉？这一段其实是很难唱的。只要在这个速度上面跟律动上面再多一点，在快歌上的进步，我相信你会更好。但今天已经很棒了。谢谢老师。欢迎他用本的分数。哇，王先生，哇，68分。
害！真的真的，哇，谢，加油加油！好，没开玩笑，去别卡加顾着你，好不好？加油！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我手上颁奖给你，好吧？啊，记得要比叶叶。好，谢谢，谢谢，什么用好嘞，哦，安尼总共我一个吹了不用。我一个吹係292分，客家吹咧，客家吹係291.3。哎呀，沒有繞虧啦，客家人。另外一個吹的朋友們請離開。不好意思啦，拍誰了？對啊，沒關係，下次再來，下次一起加入我們一起客家人。一起，大家都有，雖然不是客家人，但有客家心，這樣好不好？好，謝謝，也謝謝你們今天來參加哦，謝謝安子姐，也謝謝老師們辛苦啦哈。先生，謝謝。來看一下傳統族，傳統族安用嘅咩？哎呦，看哦。東花了米呀，今日特別客家人哦，係哦，客家族嘅哦。唔知道唔會人家嘅方便下嘛？用完講南邊哦，南邊哦，是這個。哎，沙來輪到人哋嘅傳統族咧，哦，係啊，愛客吹還有客家吹，用吹。愛客吹嘅意思就係唔係客家人，啊，青口客家。哦，啊，來 PK 真正嘅剃頭嘅客家人，哎呦，真正客家人每天都一樣，每天哦，唔係客家人嚟哦，係吼，你看千有客家心咧，人做得客家。哦呀，前面三邊唔係客家人，但是全部都會唱哦。係啊，哎呦，冠軍歌手。誒，個問題，養嘅話有乜嘅呢？有1萬元，當然咯，你冇隨便啊，變啊咧，變有變就有希望，係得到獎金。客家人冇輸人啊，輸到冇面子嘅啊，好啦，雖然沒乜個太真實的比賽，對，但是有搶到人的評審先生。蔡啟國先生，李秋霞先生，林贊義先生。好嘞，3位先生介紹睇到，哦，準備好嗎？準備好嗎？客家心拿出來。係 ，OK，係，準備好，你看還有冇嘅吹？客家吹嘅全部都冇感覺，冇感覺啊！真係有必然要的行啊，有客家心嘛。係啊，聽到客家嘅精神就來咧。好啦，TV 唔係客家人，愛客吹嘅，王必下帶來平白。來，等下啦。不见了。
哦，客家心，比下最好。对呀对呀，也哎，客家嘅好朋友，好朋友啊，可能嘅三就做得客家。系啊，唔係好心球哦，係好朋友。好朋友，青島客家嘅好朋友。對對，啊，從特別後生都也下搞過一道嘅客家朋友啊。哦，東島，其實我的生活圈裡面，應該說90%都是客家嘅朋友。真的？為什麼？因為我住在樹林有一個台鐵的那個台鐵宿舍，所以我有很多親朋，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客家人、客家鄉親。很多宿舍都啊。哦。我們就是有一個規矩，就是每人就是會有固定的時間，一人一菜辦一個聯誼。那聯誼的時候，然後台鐵的跟台鐵的一起哦。對，就是找一個，比如說今天到某某朋友家，比如今天在秦娜的這邊，改天到你家，再到我家，對，然後每人一菜，然後就衝上鍋，懂快樂嘅嘞，很快樂。感情。奇怪哈。嘅台鐵大部分客家人非常多，唐貢嗰樣樣，係咪？因為個唐貢嘅條路真辛苦啊，辛苦哦。客家人輕做的辛苦，客家人還很做，對，所以我嘅客家話啦，還有客家菜，都是我的客家好朋友，他們會教我，對。然後這次3科的詞有自己嘗試填詞，然後是，所以都是寫我自己的心聲。哎呀，厲害！對，那請教你一下，你有交過客家男朋友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哦，有老公了呀？對，來不及了。哦，不想要找一個換一個，這怎麼能在這裡講？這要偷偷的講。有時候我們的講，不要中他的計。其實唔是交男朋友，唔是啦，唔是交本客家人去客家話都講。客家好朋友咧，對啊，你懂厲害啊。所以客家山歌哈，不管流行歌或是山歌，都已經成為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對，大概佔了多少成分？我現在幾乎每禮拜1到禮拜5的晚上，都會跟朋友就是有一個聯誼會，然後我們就是會衝上鍋，還有跳客家舞蹈。拜1到拜5，每個頭個欣賞嘛。1個月30天，你看他這樣子就佔據了20天。就大概有7、8成的時間已經擺在客家的。你老公有窮下嗎？老公一起有，因為有懂得嘅客家朋友，他們沒有到山歌班去，所以佢都唔會唱客家的歌曲。跟你老公會唱嗎？現在會了，現在會了，可以跟對唱。一開始會排斥嗎？還好，不會啊，我們全家人都很喜歡。哎呀，很好玩呢，對啊，很好。好啦，那這麼有客家心的，來唱完一下，請那個客家大佬，客家大老師。好，呢黃理事長筆下哈，實在相當難得，一個好多人能叫做學術會嘅理事長哈，最主要佢哋係有心推廣客家嘅文化哈。好，今日你帶來一首嘅評判啊，第一首歌詞你自己寫，可能就有較認真唱。樣板講了哈，叫我嘅山歌不簡單啊，歌詞詞填啊，是太難。叫本身又唔會客家話哦，是所以唔得心頭煩。佢咬詩韻強來講，全部也做得相當好。但是到聽藝術嘅時間就開始變強嘅，也沒講變強，也就會講佢本身好多人愛講客，所以也個唔是頭，唔是差一系列的人，所以佢也並唔係講佢唱歪奏，也個音加強音要唱到底位，比如講 NTG 又講山歌唔唱，心唔開，佢當個心唔了別就一系列的人哈，再過來係要好山歌，要好了一山那一個啊，咩歌啊歌啊就變歌東西嘅歌，所以也就一系列的人，你上樓三上一個音小歌一片來就冇同樣意思嘅哈，但是他們講佢根本嘢相當認真唱。在咬詩各方面，就除了一兩隻是小歌一系列以外，其他幾個韻腳嘅都哈，甚至講嘅韻嘅咬詩也都算算稱讚嘅啦。一個
做嚟講，好多人創3個能夠創到人已經就不簡單，繼續加油！好，好，先生，好，有得看我会继续加油。啊，加油！看下分數啦。哎，看一下王碧霞嘅分數。好，继续加油！请你会啊，客家就靠你了。哦，谢谢，太感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好，谢谢阿志 C， 好来，再见，浪潮，非客家族群，非客家族群，好了，杀下来，杀了就会爱那个客家出的道地客家人，哎，你的公头公凤，旁随风带来3个字，好了。中我雕娃子啊，把中我上啊，东发了米呀，就是路上啊。山啊歌啊，大會有唱啊，當睇了間啊，衝來了糖啊。随风太狗，用威吼，对，随风太狗之前的还比赛嘛，嘿啊，疫情前，新的赛制以后，但是比到一般都到疫情，嘿啊，操，这停的，就先停的，该拜年呢，三冇用，冇用哈，哦，佢而家今日創嘅嘢係收幾百年嘅嘛，今年都創嘅嘛，沒有，哦，今日特別先嘅歌，錯，哦，我現車公用班愛客家人，係啊，今日特別客家人咯，係哦，客家族嘅哦，唔知道乜人家嘅方便下冇？用慢講，就是講食材是吧？唔過對人哋客家人我要先唔先嘛？我要先先看評審欣賞啦。哦，咩啦？哦，係知道
南真难哈，南边因为南边真的哦，有受过鐵突鐵，嘿，托嘅嘅門是啦，客家人面子，係冇一天啦，冇一天啦，冇一天啦，唐哥啦，唐哥手下先生用辦講，南邊哦，南邊哦，直接講，南邊嘅你就熟記咧，嚇，冇問就熟咧啦，係哈，長頭先講你平時是講你撲嘅非常非常嘅冇問，上一次要平時到你，你咪講讓撲嘅冇問，你根本要加隻蔬菜。没强迫是跌的1/4拍啊哈，同时哈叫包装雕字，没雕字，包装雕字，雕字，雕没雕字，哦，那咬字注意哈。还有唔到嗰時也是小可嗬，拍嗰隻慢慢啊，包裝三個外圍裝唔到太價，衝嚟彈嗰時，你數每時將當天樣，睇我打太陽嘅，哦，你講到。特質是，你自己條錢，你感覺啊，你嘅氣味唔拉時嘅，你是注意啦嗬，唔好你拉床到後邊，哦，你要俾人感覺，當天可以擔上山，當天用啊嗬，條第二啦嗬，還有山果聽一數，山果創出客家鹽，你山果是上鹽多少一點點嘅辣鹽，我照你講，你上嗬，你鹽質清好哦，哦，咁樣佢可能讀到強數，要讀到學多年。哦，你說講多少講山啦嗬？誒，水風先生可能就講邊啦好多年，南邊哦，加油啊！南邊哦。對，俺家這麼做嘛，做研究，做俺家的評審欣賞冇私心，真的公平公正，對啊，自投大氣噶。觀眾朋友全部動靜動跳啦，你這個作家你看一下就看出來，對嘛？所以公平公正，創作你們按做案，不能做。還是講要進步，對啊，見來見好，看見好談。好，安尼來看一下兩個分數。好啦，看一下你客家組嘅彭水峰嘅分數。哎呦，95.3分。是客家人面子，差2分的，係真係乜差0.4分，0.4分哦，哎呦，還好啦，0.4分，還好。唔怕啦，本後尾變啦吼，還有啦哈，係啦。哦，後尾我變翻啦哈，啊，多謝，好，再見。我睇過。沙下來，沙落去愛客組嘅，廖強又帶來平白。好啦，談過啦。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情人节哈，小苹果，你愛政治啲啦？唔係愛學龍煙，你學龍煙啊？愛爸學龍煙，同愛媽媽學龍煙。哎呀，學龍煙係學龍煙麼？假使唔係發現用誒。你爸學龍煙，阿媽學龍煙，安尼學龍煙麼？愛滿意啊，愛入啲啊。可能會牙爆。夠滿你攞本鹽做來嘛？學龍煙學客家話好冇咁簡單。佢真係冇。客家話青島嘅迎親難翻。係啊，親難哦。乜解鹽對你嚟講很難呢？計嘛？跳哪？跳哪？哦，一件擺我講跳哪嘛嘅跳哪？跳，還有乜嘅？還有出門，哦，我更正經搞唔清楚。衝嘅門，出門，衝門，出門，出門，哦，出。從，真係，很難啊！真難就跳啦，跳，只係講唔出來。青島咩客家朋友唔會發嘅兒，哦兒，叫做轉鼻腔的那個青島人兒結婚啫。奇怪哈，真奇怪哈，你客家天生優勢，鼻孔較好，但是佢們懂厲害，厲害啊！你下送得清楚啊，創到一號嘅去六嘅哦，韓國去六嘅，強，真係，來，唱對了，唐先生嚟講，張欣賞，從你聽話唱嚟嘅哈，用詩音嚟唱，平平順順，動有痴心嘅感覺，來發展安尼嘅唱嘅歌曲，啊，你看你聽話唱嘅平板。啊，順的一版呢，韻腳嘅平板，所以我哋有彈到去，要順意嚇。雖然講唔係講山歌，唱到兩調動兩吐，但是你文要有因為你自己唱橋，也非常嘅好。啊，所以今日呢，從今呢唱到順利利，啊，非常嘅強勁嚇，加油嚇！好，希望先生，看一下佢嘅分數。好，看一下廖強勇嘅分數。人生百歲。要擺哈，我記得偶爾想起口上會呐下落一下啦。常常我擺咧檢查落嚟檢查落嚟，最硬係呐下落嚟。同我哋夾口罩咧，當然我掛咧，唔點解口罩掛咧？見萬別知，我口罩唔見啦。看一下佢嘅分數。好，看一下廖強勇嘅分數。見來96.3，對下對佢嘅乜嘢啊？鍾美珍，哎呦，高數，幾順利啊，係啊，好，安尼先下去坐一下，看這個剃頭客家人辦法樣哦，係哦，好，來，在邊當草，按住殺了就係你美珍雞，鍾美珍帶來羅山歌，彈啦。人生百歲，好危險啊！今夜了。
分的。顺流，父母心呀杨柳。情啊，四海情顺年意，行好顺子孙相传啊，千万金哎，真记吼，有今日有用心的编哦，有用心哈，客家精神出来了哈。对，中的熟人了。嘿吼，练青球嘛有嘛？更加严重。哎呀，疫情期间我应该练冲啊，哎呦哎呀，自家不怕冲哦。所以讲散档，最近冲散狗就冲嘞。空旷嘅散档啊，空曠嘅散檔，自家去練啊。冇，嘅有當到嘅朋友，哦，朋友照啊，看唔會吵到你，因為唔會吵到你，因為嘅你好像疫情嘛，哦，以前灌長久咧，大家會。哦，都空不電，空係什麼吹流流啊？是照啊，大家帶音響啊，應該空曠嘅散檔下冇面嘛，比較那個。因為不能去一個印度的地方嘛，對，總得去印度的地方嘛，哦，是個空曠下冇音呢，他就重山歌啊，搞啊，哦，有咩稱號啊？要擺哈，我記得，偶爾上去口上會呐下落一下啦，常常，我擺咧，警察來咧，警察來了，追人的呐下來咧，啊，奇怪，有點時候一條警察。不這樣騎過來啊！哈，騎很快，紅得夾夾，口罩咧，當然我掛咧，你點解口罩掛咧？見慢別知，我口罩不見了，口罩警察來，張相會帶起來，就是那起來，我們警察是來咧，是講，我就說啊，快點，一個人3000塊嘛，冇戴口罩，哇！可是個警察啊，大帥哥，怎麼樣？運動好，運動好，叫。
不好意思哈，打扰。人家空旷哈，不能唱歌，因为有人检举太大声了哈。哦，对对对，检举啊，没戴口罩哈，赶快戴起来，没关系。哎呦，不要唱太大声哦，不要。好的警察朋友，真的呢。哦，所以我都哎呦，莫从来给休息了。还好不是啊，没有戴口罩啊，哈，过来过来，身份证拿出来哈，来我登记一下。还好啊，没讲全部冇戴啦，上次冲的是会爆下来哈。哦，最后还呢，我戴了。对，那就是上个善党某人是爱的，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侥幸，但是有时候就是太侥幸，就觉得发生事情就是这样。嘿，他唔好啦，不要，唔怕哦，那保护起家，保护太家。对，好，安尼冲突了唐先生公平。好，唱几个先生。呀，今日民政小姐带来一个乐山歌，在本身客家人来讲，坦白讲啦，熬师就做得讲也熬到千张多。尤其我家就担心佢天意书的，佢讲望子成龍父母心嘛，洋洋恩情似海情。以前大家都講沉，但是因為為了要熬一隻詩，就一定要唱情。就像人講，1920竹葉情，唔係竹葉牆。對，一情老貓擔心，怎麼有壓標的問題也民政小姐佢本身也有都搞創嘅嘛所以你同學生講，自家終於控制好來就好氣而足啦也係東西，看蒼蠅當然佢完全咧自家去控制，命運同佢做到嚟，然後俾人哋講，我要唱太多呢嘅歌曲，大家都知我相信但是佢咩他媽講嘅聲音質本身就要當好老師也得要清楚，行權作用也得冇乜問題但是就講自家控制嘅個團落嘅地方，要注意下就好繼續加油好，先生，好，看一下總美靜的分數。安尼算数一樣，羊啊，算係數當掉3分，哎呦哇，掉3分，係色啊，客家人，色啊，客家人，用格殺啦，哎呦，還有種水蟲啊，還有個大炮在後面哈，好的，好，謝謝你，什麼米珍姐，謝謝，好的，回頭休息啊。你水蟲哥阿里出開了，哎呦，殺下來入面，殺下來厲害哦，我嚇住啊，我楊記啊冇一改啊，係哦，你嘅陳建記都來帶來樂山歌，好嚟，彈啦。人生來去，一程風浪，太假了。來相逢山歌必須來強下心情
乐啊，在其中啊。才是几十冬啊，撒mang牛。是冬啊，后生辛苦，路向树只有吃菜呀，又强松天气好，唱到遐，你也还有啲邮局上班嘛？有啊，有啊，還要上班哦，要上班，還有時間咧，咩客家東西哦？係啊，還要教課呢，係叫人教課呢。我就上班有限的時間啦。哦，利用下班冇做假日，也冇認真上班，居然沒給客家嘅東西。公家地方唔是安認真，啊唔係，開玩笑啦，講。有限時間啦，有限時間啦，係有限的空間啦。哦，就自家利用啦。哦，利用時間。因為好多人呢就向下打嘴鼓，我冇好人打嘴鼓。打嘴鼓，冇好同人打嘴鼓嚇，打嘴鼓嘅時間留下來你研究客家嘅東西。哦，係啊，因為我要做線上一家嘅練好很認真的，很認真的練哦。怎麼5年字體？5年字體，哎呀，安尼當有心真係。係啊，我都會強一點。係哦。古時冇伊講演唱過係啊。對，我真係強喎，係。對，買5年字體嘅。大陸19層地。對，你做嗰條線上嚟搞嘅，嗰啲記啊到經驗，記啊到嘅經歷，哦，本身嘅嘅資歷嚟講，哦。講從個技巧各個部分都會清理開，係啊，你喺度，比如唔係從一條線上嘅，從技術開始嘅，從細就開始，係啊，所以就佢係很認真嘅，對啊，把畢業時間，學習其他樂器咧，即年輕有時，係啊，我就天車線上。練個胡琴，還有練上講嘅，還有讀嘅，有仙氣啊！看拍三年本真神氣啊！真神氣，唔過我一家學就冇按改，全冇生意冇打緊，
安跳那还没行呢。很多诶，希莫拉呀，温昂希不久。这像三国样诶啊，唐起来讲我当简单，真的简单诶，那个怪，真的。真嘅冇简单。搞一学个底，真的。是啊，好上底啦，好来，唱对了，唐先生来。唱秋下欣赏，秋下欣赏好。今日个认真来谈伊拉老山歌，哇塞，唱得非常好，哦，非常好。我当讲你戏不足，加迷真的条件真好，唔过佢来跳唱，来跳唱，后尾就属人就别唔拉。啊，刚刚我要当讲你会后水会更多哦，一家就第几十属人嘛。你老山歌来讲，最高就是咪嘛，所以你就要冲上伊嘅时间，你一家唱到一家跳到那边，莫轻射到后尾你这个属人你就会唔拉哈。虽然老山歌会吃油泡，一家去做个其实属人，好唔好讲清少啦哈。唱歌嘅东西来讲，你俩唔讲你外面唱家就安尼咪真讲，外面唱乜本警察做，你来安尼啷个唱嘛？哦，啷个来？啷个唱有钱可拿几多咧？有能够吸收其他人嘅唱出，啊，看马上有马克点，人赚又会改进，唱都真好呀哈。所以咁咪嗬，安尼俩安尼演技嗬，唱得非常好，本肯定。大家好，哦，什么先生？快讲分数。哦，看一下陈建基嘅分数。哎呦，97分。愛合作嘅，特啥都按厲害嘅，特啥，係啊，也是連續兩位贏嘅嘛，嚇，係啊，也97分，係啊，係啊，會唔會看下位有辦法贏？係啊，你壓咗，水從泰國，係啊係啊，哦，看佢哋開始啲擦咧，因啲出數啊，緊張咧，好啦，阿志生，多謝，什麼演技？真的非常敬佩，真的非常敬佩你，真的。哦，沙雷就你客家族嘅壓軸啊，總水從帶來三個字。嚟，唱歌啦。阿哥了帶那。東啊，來帶了西南，兩年我有那事啊，難得了地喲。
在西那烟呐，又讲又转呐。水从开过，心目，有压力动态，压力态呀，有压力动态，动态，我头前来全部按会创，看那都叫出去，看行啊去了，起来了，输啊，输嘞。会强，会强，我个全部按会创。唔好啦，其实也唔免嘛个真实比赛。你把那远听听嘛。你面子没？面子，重的是他敢也面子的。哦，嘿哦。哎呀，其实开始的嘛，你学的嘛园艺园艺哦，这个我有兴趣。应该都在申请单位来做理事长哈。哈巴想讲应该退休按当年呢，上个项目嘅加有時間。嘟嘟嘅台灣大學嘅園藝系嘅教授哦，來報山嘅美珍嘅報山嘅要搞下啲園藝嘅，認識這個植物。像我學專業係嘛？搞完你身心障礙哈，種個植物治療當好，像個自閉症的啦，有啲話呢，情緒哦過動，你還有像這種植物治療，搞不好他們都可以跟那個植物對話，真的有啲自閉症的哈，像伊講法，你他們自己講嘛，佢一家念一家發，冇聽以前那當做以前的一個原住民來發明媒體。哎呦，係啊，對呀，哦，搞不好那有幾家語言啊，像學的話呢。我之前有一部電影，他找我拍，他就是這樣子，他可以跟植物對話，然後他知道，哎，哪一個植物是可以治療什麼的病症的，什麼有對應嘅。對，哎，他就去抓那一些植物，然後來講真，佢哋咪有啊，搶精油咪係啊，佢咪青島嘅植物提煉出來嘅，有做動到有沒有教人做精油啊？有啦，這是真的有療效，還蠻結束啊。正經有好，要2-3日，就禮拜1日啊。對，像哎呀，每啲去搞都花告了，拈花惹草，但是還是種一些這個小型、中型盆栽啊。哎呀，去搞就是從開始細，就比如講黑松苗，或者呢。柏樹嘅苗埋種了以後，就開始去給它用拿鐵嘅呢，用板燙啊，用板雕，每一種就是可能都給某種樣嘅變化，生起來，有啲當然會挑剔，生起來你就慢慢的皮養起啊呢，2年3年以後，可能也慢慢的抬。那用清修心養性呢，真的，這植物懂得創意，真的，就是老人的玩具，也要有錢人的玩具。那個其實唔是講花錢哈，有啲個野草嘅全部냠就插起來就當家。對啊，插起來。你像一些，你會裝這個造型就當家。對，沒黑吼。對，創對了，唐先生。搶在一欣賞。來水長講哈，我知道上次好像有問過人哈，人家酒量要猛猛的哦哈。有練過啦，有練過，根本也有練過年啦，有帶過誒，有練過。都市妞啊，老阿勇講嘅意思就係不查啦。唔確定啊，你學過家出嚟有啉地位啊，牛絲發散哈，口型動張。哦，所以韻腳嘅做呀，行雲流水，非常嘅好。水長哥啊，人家陳國師哈。韻腳嘅頭面也非常嘅好，石夢來多謝。石夢先生，歡迎他，總水從嘅分數。哎呀，
97分，是莫先生，平分，哎呀，平分，但是还有中分啊，哈，有中分啦，安尼先还休息一下咯，哈，先回一下，哎呀，统计一下，什么太啊？多谢多谢，太哥，好啦，安尼两推安尼比起来，嘿，安尼爱客吹嘿289分，客家吹嘿288.3分，哎呦，恭喜爱客吹，杨东1班员，哎呦，这水从太公就起来坐下了，哎呀，无吉夹推表，推表太大系啊，爱客吹的啊，吼，唔怕啦，好教啦，通用都是客家精神嘛，对对，通用都是宣扬安尼客家文化、客家歌谣啦，哈，哎呀，真的，今日多谢，什么？好教啦啊，好教啦哈，系，还以为有今日10个来教啊咧，好，听下来教。对，安尼今日安尼比赛哈，安尼特别计划都要告一段落。哦，嘿，好通过的朋友，积极来报名。打电话来0966676还有传真电话22277781232等待几个打电话。好，等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曙光以外呢，我们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什么三位先生，辛苦嘞，谢谢。什么客家吹还有爱客吹的朋友，继续加油！耶！什么小康警察，还有月月老师，辛苦了，谢谢。什么你先成为广众演员，辛苦嘞！哎呀，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出关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这里拜拜。